喺香港，每逢星期六日，珍珠店都人頭湧湧，大家都會去買金飾、鑽石、翡翠同埋珍珠。香港市面嘅珍珠多數都係由外地入口，但又有冇人知道其實香港都有出產本地珍珠呢？但係香港嘅水域其實無論鹹水、淡水，氣温都好適合養珍珠嘅。例如我哋之前養嘅海洋珍珠咧，我哋嗰個質素咧係唔會差得過日本嘅珍珠㗎。唐朝滅亡之後，中國出現五代十國嘅分裂時代。當時香港屬南漢統治，南漢後主劉闖於大埔海設微宣都。由嗰陣時開始，官家大量採珠，而大埔海就係今日香港大埔海同大嶼山一帶海域。直至明初，香港一帶舊有珠蚌幾乎被前代採盡。朝廷於是下令罷採，香港珍珠產量亦都開始減少。後期直到清代同英屬之後，採珠業更加不被政府所重視，大埔採珠業開始式微，而香港亦都再冇漁民養珠採珠。陳玉光係香港珍珠商會會長，商會成立9年，主要嘅工作係協助同業，以及推廣香港珍珠業成為世界主要珍珠集散地。佢話香港依家市面上嘅珍珠都唔係本港出品，因為香港地方唔多，而且租金又貴。陳玉光話暫時未有計劃發展香港養珠業。目前嚟講應該就唔會幫手。暫時就應該唔得，因為嗰個價值太貴，成本太高。而家我哋有發展嘅呢，都係主要喺大陸。如果係經濟效益嚟講呢，如果你太細規模嘅話，你係冇競爭力，得唔到效益嘅。因為你如果冇產量，你冇產量出嚟，根本分鐘可能你賣出嘅產品你都唔夠你所花費嗰個費用，所以你係唔值得做。如果要做就要大規模啲。呢方面就一定要政府配合到先有得做。而家香港啲地價咁貴，你就算你農地幾平俾你都做唔到㗎。得啦。莎拉同拍檔黃寶文 Gary 由05年開始響屏山養殖珍珠。咁點解會揀呢笪地方呢？就係因為呢度嘅水，其實呢度總共有3個塘，而呢3個塘呢都會由山上面，譬如你落雨啦，咁會有啲水由山度流落嚟，係好天然嘅。咁流落嚟咁通過3個塘，所以呢度嘅水質呢係好活嘅。其實都唔使我哋特別控制嘅，因為其實佢都由山去流落嚟，你都要知道呢個係好大自然嘅一個嘅循環嚟嘅，由落雨到山流落嚟，已經係好乾淨㗎啦。咁跟住通過，只要我哋唔好污染個塘，咁所以咧佢可以喺度繼續繁衍佢嘅下一代。咁慢慢開始，我哋都可以將佢喺香港呢度養殖啦。咁跟住咧就。莎拉話：香港以前盛產珍珠，佢哋搞珍珠場係因為想香港珍珠可以再受重視。我哋知道喺幾千年前，香港其實係出貢珠嘅，即係話出一啲好靚嘅珍珠進貢俾皇宮，喺皇室成員先可以用嘅。咁但係呢個歷史，我哋又發覺好似點解好多人都唔知嘅呢？但係香港嘅水域其實無論鹹水、淡水，氣温都好適合養珍珠嘅。咁所以呢，我哋嘅拍檔啦，咁係好想將呢樣嘢帶翻嚟而家嘅香港。永遠都唔會有人講係中國嘅珍珠，即係好似中國係冇珍珠呢樣嘢咁嘅。又或者係劣品。係啦，咁我哋就好想係做一啲中國人嘅珍珠品牌。咁就由香港開始咯。香港一個莎拉嘅拍檔黃寶文 Gary 亦認為香港環境適合養殖珍珠。我大概係如果喺呢度搞呢，就係05年開始喺度搞啦。咁搞豬場嘅理念呢，我哋就有少少就想復興香港嗰個養殖業啦，尤其是水產養殖業。咁我哋覺得喺香港係應該大有可為嘅。
咁。我覺得香港咧有好多養殖嘅設施咧，就基本上已經係廢棄咗或者係浪費咗嘅。因為香港以前咧係一個水產養殖好繁盛嘅地區，因為個經濟發展之後咧，而家好多嘅養殖場啦、養魚區啦，基本上都係冇人用嘅。咁反而咧，我哋好容易咁樣可以揾到一啲適合嘅養殖場。香港係一個適合養殖珍珠嘅地方，豬蚌唔可以喺溫度太低嘅環境底下生存，而香港嘅冬天亦都唔會太凍。設計師 Selina 形容香港係一塊福地。其實係溫度係好重要咯，香港可能真係一個福地啦，好適合養殖嘅其實。係啦，其實舊年嗱，其實養珍珠咧就真係唔困難，你只要嗰個環境係乾淨。依家場入面養咗2種蚌，一種係本地蚌，而另外一種就係三角帆立貝。由於珍珠蚌要掉落水底1米，莎拉同工友平日要撐艇去到塘中間清洗蚌殼。每2個禮拜就攞佢出嚟清理一次㗎啦。因為咧，其實咧，嗱啲水係活水嚟㗎嘛，好多時會有啲沙啊、泥啊積存喺佢表面嘅。咁我哋如果正式洗佢咧，其實就攞上嚟啦，捽下佢表面啦，等佢積聚喺表面嘅沙泥咧減少咗，然後就擺翻落去。因為個網本身，因為太污糟唔中意，咁佢選擇我寧願唔生存啊。珍珠場最初只係有2隻蚌，而而家場入面所有嘅蚌都係由最初嗰2隻繁衍出嚟。蚌會喺水中噴出精子以及卵子，結合之後，受精卵會依附喺魚嘅身上成長。我講咗啦，呢啲蚌咧其實咧每半年，因為半年咧個氣温咧有一個轉變，咁佢嘅身體咧就會生理上咧會有一啲嘅變化㗎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係一個坑一個坑，每一個大嘅坑就係半歲。1、2、3、4、5、6，即係話呢個係3歲嘅。咁正話俾你睇嗰啲係4歲啦。每逢秋冬就係開蚌嘅季節，工人只會選擇開啓3歲以上嘅蚌，因為蚌嘅年數太少，入面嘅珍珠亦都未成熟，而蚌一開就會死亡，無法再生存。由於技術進步，場入面每隻蚌每次可以出產20至30粒珍珠。咁可以有20、30粒或者30幾粒啦。咁呢個已經唔係最高技術，最高技術應該係60幾粒嘅。咁我哋攞出嚟之後咧，就會清洗佢啦，然之後咧用一啲比較柔軟嘅質地嘅嘢咧，幫佢咧抹一抹佢。呢度就係我哋今次嘅收成啦。6、26，連埋呢粒細咧就27。阿祖嗰度有5個，擺你自己前邊，擺好個陣去嚇。莎拉佢哋嘅團隊響今年開始同明愛樂建工場合作，除咗將拍賣珍珠飾品嘅部分收入用作慈善用途之外，同時亦都俾呢班日治人士一個工作機會。好得，好黐個第2粒。但係點解會將佢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呢？就因為珍珠本身我哋係本土生產啦，都希望連製造都係本土嘅。咁既然係咁樣嘅時候，我哋都需要一紮，除咗設計師，都要好多人去做呢個珍珠嘅飾物嘅。咁我哋就索性將呢一個嘅手工藝，珍珠嘅手工藝傳俾明愛樂建工場嘅工友，希望佢哋可以鍛鍊到自己嘅未發掘嘅潛能啦，同埋可以幫佢哋揾到一個好嘅工作機會啦。認真好多啊嘛！係非常之難咯，其實甚至乎係我哋今次嚟金堂嚟咗，下個星期再嚟咧，佢連我哋係邊個都唔記得㗎。即係譬如話我姓林嘅，咁佢叫我林姑娘啦，咁下次嚟到咧，佢淨係嗌你姑娘，但係佢唔知你姓乜咯，已經唔記得咗你。係好難上手嘅，係不斷咁樣去練習。咁同埋其實因為我哋而家係做緊幫明愛都係叫做一個少少慈善啦，咁變咗我哋係會俾啲好平嘅價錢俾我哋。正式開始有產品出咧，就應該係呢幾個月嘅事。咁呢個係一個草書嘅箱子啦，咁啊代表咗香港啦。因為我哋香港係幾千年前就已經係出好多貢珠嘅地方嚟嘅。不過呢個歷史咧，香港人開始忘記咗啦。咁我哋希望將呢個香港有珍珠呢樣嘢係重新帶翻嚟香港，而且係呢
呢個珍珠我哋鑲咗喺個日字嗰位，就好似太陽咁樣，如日初升。呢一日，明愛樂建工場響銅鑼灣街頭義賣工友製作嘅珍珠首飾，莎拉都有去幫手。咁我哋咧亦都希望將我哋嘅歷史同埋我哋愛心照見大地，所以咧就同明愛樂建工場搞咗一個系列叫 Somos Love 嘅。莎拉將70%同明愛合作品牌嘅收入捐翻俾樂建工場，希望可以貫徹品牌嘅概念，幫翻工友。講到香港養豬業再發展嘅可能，陳玉光話：其實香港無論地理同氣候都適合養豬，最重要嘅係政府會唔會支持？應該係可以養殖到嘅，只不過可能就各方面咧就要求政府有冇得配合嘅。如果政府配合到提供到比較平嘅地方嘅話咧，香港一樣可以出產到珍珠嘅。你香港因為點解咧？你個養殖嘅地方咧有淡水豬嘅話咧，就係需要好大面積嘅，係600平方600隻，即係一隻一平方100萬就要100萬平方嗰時，你個面積你香港係冇咁大。即使硬件受到限制，不過莎拉同 Gary 仍然抱有正面態度，更加諗好未來嘅發展方向。而家就好積極咁樣去打造香港嘅旅遊紀念品，將我哋嘅珍珠場呢就打造為我哋香港嘅本土嘅一個珍珠嘅原材嘅生產商啦，咁就可以俾遊客知道香港我哋亦都有養殖我哋嘅珍珠，咁我哋呢就會向一個珍珠嘅價值嗰度再去做一個開發同埋拓展。單一粒嘅珍珠估計個價值大概去到1000蚊港幣或者以上啦。咁直徑呢，我哋就希望可以突破29個 mm 嘅。呢個呢，就喺個產量方面嘅一個唔係突破嚟嘅，我哋會再去將嗰個養殖嗰個數量呢個生產值再提高，希望可以突破60粒。香港珍珠曾經同合浦珍珠齊名，清朝式微後，香港珍珠亦都逐漸被人淡忘。要重振聲威，前面嘅路仲有幾長呢？